普林赛主会会长林伟霆上午伫国际赛主会3控控制湾区第2副总监苏明祖等赛兄干部陪同来到市立病院，准备300领医疗顶级的隔离衫，加600个 N95 喙安，用实际行动来为对抗疫情尽一份心力。本时嘛是福建科医生的会长，更亲身体会病院迫切的需求。那台南市医院也是我们台南市的专责医院之一。那我们这次是捐赠N95口罩，还有抛弃式的医疗防护衣。那其实这些都是对医院都是很大的消耗品，因为这是长期看涨。那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的善心义举，为医院带来一场及时雨，然后真正帮助到第一线的工作人员。那我们用实际行动来力挺医护。为了感谢普林赛主会长期以来爱心公益行动，即摆各用上实际物资来消停。毛院长蔡良敏亲自出席，向大家感谢。会中议员詹培雅嘛到场见证，希望捐赠的物资伫第一线帮助医护人员，共同守护市民的健康。对我们医护人员最需要的 N95还有防护衣，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我们第一线的医护人更需要我们的重视，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做一个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能够更重视我们医护人员。即阵大家拢较欠所以这真感谢，这是一个足重要的防疫物资疫情期间真希望讲真侪单位阮真侪协助啦不论是指挥。平时就做足侪公益今仔我看会长、副总监咱各位赛友真侪也来甲咱加油啦这互咱防疫更有利7月27拄好是疫情降为2级警戒头一天，普林赛主会强调，疫情是长期抗战，这物资嘛是目前真歹买到的，就是要互医护人员得到上好的保护。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